用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保守看顾阮经历一礼拜，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当阮伫成个主日的早起时，搁一遍聚集伫你的圣殿，要透过今日的礼拜，来甲主有亲密的沟通。明白主的心意，也领受主所赏赐阮的福气、恩典甲开力，互阮伫未来一礼拜中间，有缘充满信心、疼心，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面对生命中间所有的挑战。是阮的主啊，阮恳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阮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阮本是软弱的罪人，但是因为主你丰盛的恩典，互每一个愿意悔改、认罪的人，拢会当得到你的赦免。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保守阮的内心，互阮用敬虔无瑕疵的信心来服侍敬拜你。阮也将今早起参与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帮助阮，不论是献诗，不论是乐团，或者是诗会、诗琴、团工信息，所有的同工拢得到圣神的充满带领，互阮今日的礼拜充满上帝恩典甲阳光。是阮的主啊，我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互阮会当真清楚主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伫即个社区，伫即个城市，伫即个国家，来为你做见证，荣光你的性命。气运济济，也未认捌你的人，会当羡慕亲近你。是阮的主，我也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这个机构分堂，拢会当接受你所交代阮的使命，互万民得到福气，互你得到荣耀。是阮的主啊，阮也要特别为着阮的国家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亲自赐福。阮的国家现此时面对着真侪内部甲外部所带来的挑战，求主亲自掌权赐福，互阮会当伫好的治理的下面安居乐业。也通伫即块自由的土地，会当自由来敬拜真神上帝，自由来追求真理。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保守正百姓拢会当得到平安。互执政掌权的，拢会当为着图谋百姓的利益来尽家己的亏难。主啊，我们要将这个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你亲自赐福看顾，愿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你着学罗摇花，我的心啊，你着学罗摇花，我一生要学罗摇花，我有我的时要唱歌学罗我的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要来敬拜学罗上帝。咱即马要吟圣诗第174首。圣诗第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会众请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即马要安静心、动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阮的上帝，当阮清早拍开目睭的时，看到带着温暖透早的日头光，互阮得到望。阮看到这个季节千千百百的花蕊。开放穿着彩色的新衫，互阮感觉享受着喜乐。当阮听到百鸟啼鸣，用新歌来学罗主的创造，阮就感觉感恩的平安。求主现在赐落平静敬虔的心，互阮伫敬拜中得到安息。互主你的话进入阮的心，影响改变阮的生命。互阮放落全部的家己，完全的交托，由主来引传，对信心较疼，互阮属灵的生命渐渐长大进步，认捌真理来分辨世上的错误。今麦阮要求主赦免阮这罪过，赦免阮的喙齿变作拳头，互阮变作加害者，伤别人的心。求主互阮有智慧。成就阮的品格，赦免阮常常感恩的中间，常常加入现实物质的主义，成做一种交换条件的回应祈祷。求主赦免阮，嘛赦免阮无行饶赦别人的心，互阮家己痛苦，嘛无力去疼别人。求主互阮学习宽容，甲尊重别人的心。主，阮要学习坚强，佮勇敢来对付阮家己个甜的罪。赦免阮有时应该用心听候主的时，较埋头为头冲，无等主的回应。阮应该静心祈祷的时间，较倒头伫遐大困。
应该听主声音的时，较伫大家面前来讲大声话；应该有勇气的时阵，较骄傲无谦卑，拒绝服侍。求主赦免，也求主祝福阮的人生，亲像阿伯拉罕望呼调，真做大大的祝福。互阮的事业，亲像雅各的事事，拢蒙福带着社恩；互阮的家庭，亲像挪亚全家蒙恩敬畏神；互阮的侍奉，亲像大笔学习的心意，无退后。求主嘛医治伫阮身躯有病痛的同工会友中间，听因心中的祈祷，圣手扶持，照你的旨意成就完全的医治。互阮的牧长同工小组团契诗班，拢会使看见别人真正的需要，拍拼做主的见证，用服侍来满足别人的愿望甲需要，将阮上珍惜的一部分，甲别人来分享，互别人嘛甲阮同款会使得到喜乐。因为施舍别人，会互阮更较富足感恩，互阮来满足主你的心意。那阮伫阮的时间有双向的中间，爱使拨出时间来付出服侍。阮嘛毋是甲阮的时间来夸口做了偌伟大，确实用更较真实大方去服侍别人，去听别人，互阮的分堂甲各事业体的时间更较有义上甲快乐，用听来扩展主的国度。即嘛嘛要为华人地动死失的家属来祈祷，求主亲自安慰，也互受伤的得到医治，无厝的得到安置，也求主保守阮无去受到天灾地变的伤害，也求做阮平安的避难所，保守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也保守阮伫立法院的运作符合主你的大大的旨意。也求主保守阮这个土地甲人民，保守新的政府有公平正义，有主的慈爱甲智慧，大家同心合一来做主的圣工。也求主保守乌俄战争甲以哈战争受迫害的人民，互因早日恢复建立家己的家庭，得到和平，得到安慰甲医治帮助。今日蔡牧师要传讲彼此赦免接纳三听的主的信息，求圣神交伫地，互阮更较得到快乐帮助，来行主所交代宣教的路。阮爱的祈求无够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咱今仔要来启用文第4篇，伫圣诗后面第5页，4篇16篇，启用文第4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圣的百姓。用别的神替我摇花的，
伊要献电火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混业。所牛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罗迄个驾是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今麦咱要来学罗，圣歌队要引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献的诗是赞美卡农曲。愿主接纳阮的学罗，
天上的声归荣耀阮的上帝。接来，咱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歌罗西书第3章12到14节，台语汉语版第439页，现代中文译本第311页。我要用台语汉语版来共读歌罗西书第3章12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伊所疼的。所以，就用怜悯、慈爱、谦卑、温柔、甲耐心做衫穿落去。恁中间若有纠纷，就互相宽容，彼此赦免，亲像主有赦免恁，恁嘛就安尼相赦免。这个以外，就搁加他疼心，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以上，愿主祝福听话，佮照耶话去行的人。今日蔡牧师要带来主的信息，是信仰的学校第6讲忍耐。第6讲忍耐，请大家用敬虔、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信仰的学校的第6讲。咱有讲起着信仰的学校有一领制服。这个制服有几个性质。咱用讲过怜悯，咱有讲过温柔，有讲过谦逊，有讲过温柔。今日要进入最后一个性质，就是吞忍，还是讲忍耐。原则的性质，拢会当成做咱每一个学习的目标，互咱来亲像基督同款，并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我要得到快乐。得到祝福，求主帮助阮，互阮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也小使阮信心、疼心、甲快乐，会通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延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看忍耐这个性质忍耐这个字咱来看中文。这忍就是心肝顶插一支刀，换一句话就是讲，这是非常痛苦的代志。表示忍耐毋是一件轻松的代志，相对嘛有可能是非常痛苦。咱台语的这个爱这个字叫做疼。疼有两种意思。一种是讲爱别人、疼别人，一种是肉体真疼，心肝真疼。若这两个这意思来合做伙，就讲你若心内真疼，去疼一个人，这就是忍耐。所以忍耐这字其实是一个真困难、违背咱人性的一个教导。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互咱这款的指示？就是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去调整咱生命中间的问题。伫希腊文中间，这忍耐有两个无同款的字。第一个字叫做 hupomone， 这个字意思是讲，当一个人拄着困难、拄着试炼、拄着挑战的时阵。伊有愿会当保持坚定安稳的心，意思是讲，当咱的环境毋是真好的时阵，当咱拄着迄个需要面对迄个挑战，
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咱要有忍耐的性质。所以圣经中间咱不时会看到一句金句，叫做“独独忍耐到底，的确得到救”。因为咱知影信徒伫初代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迄外在环境是非常无好，但是早期的这个包含耶稣、包含使徒，因着苦劝这百姓讲，恁来忍耐，忍耐到底，的确会当得到救。所以这个忍耐有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啥物货？是愿望。就是讲，你有一个愿望伫遐，虽然即摆是黑暗暝，看袂到日头，看袂到天光，但是你来忍耐，忍耐过这段时间了，日头总是会出来，总是会当看到光。所以你伫困境中间，你就爱有愿望。咱拢有白听的机会。我伫一段外前。嘛破真重的病，伫迄个医治甲治疗，甲迄个恢复的过程中间，实在是非常艰苦。即摆想起来是真正非常艰苦。到底是啥物款的力量，互我会当度过迄段困难？其实就是愿望啊！我看见着护理人员，看到医生。遐尼用心咧照顾我，用尽办法要让我治疗好势。伫因的治疗中间，我看见着愿望讲，如果我会当遵照医生的指示，遵照护理人员的帮助，我的确会当度过迄段困境的时期。所以我有一个愿望，虽然迄段时间今仔想起来是非常艰苦，但是因为有愿望。互我让度过迄段时间，所以这是对环境的忍耐。但是咱今日讲的，这个忍耐这个信仰的学校，这最后顶面的忍耐，毋是这里，是另外一里就是咱第二个要讲的，叫做马可苏米亚马可苏米亚。这个字是对人的忍耐。台语翻译做台语和日本翻译做宽容。这个现代中文、现代台语、日本翻译做耐心。这意思是讲，一个人叫别人糟蹋，叫别人藐视，叫别人攻击，但是伊心中永远有平静安稳的灵，伊有迄个能力。来反击，有迄能力来报复，但是伊暂时无爱，伊忍耐掉的，伊无马上来报仇。这个字马克罗苏米亚这个字伊是两个希腊字合做伙，第一字叫做 Makros， 第二字叫 Sumos。这两字第一字 Makros 的意思就是讲真长长的意思，Sumos 的意思就是生气。两字合做伙伊的意思是讲过一段长的时间了较生气，就毋是马上生气，爱一段长的时间较生气。这就是咱常常咧讲上帝一个性质叫做无快快生气。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了，较生气，毋是无生气是爱经过较长的时间了较生气。这款这个忍耐的动力，毋是愿望，这款忍耐的动力是疼。就是讲，你若有够野的疼，你有够野的气力去疼别人，虽然你有力量去报复对方，但是因为疼的缘故，所以我忍耐。我暂时无报复，愿望你会当改变。所以这是这个字的意思。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这个马克罗苏米亚这个
这个字，对人的忍耐。牧师要对5个无同款的方向，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字。第一个，咱来了解的是忍耐马可书面下这个忍耐是上帝是一个标准，忍耐是上帝一个属性。咱来了解，那今仔日若上帝无忍耐咱每一个人就惨嘛，因为咱拢是罪人嘛。那上帝若要对咱忍耐咱马上就爱受刑罚。所以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是一个无快快受气，圣经中间讲不轻易发怒，所以这是上帝的一个性质。上帝忍耐是咱学习的一个标准。大家拢爱做上帝，因为上帝有足大的权力嘛，所以人就骄傲，就想要做上帝。其实无需要大家讲，做上帝是真艰苦的代志，因为伊常常咧忍耐。我过去去二新学生的时阵，去一间教会实习，牧师派我去做助理二老师。我迄间教会助理二学生真济但是拢真作业啦。上课的时阵无要坐好，无要坐好定着，嘛无要认真听课，走来走去，撞来撞去，这个甲迄个冤家，这个甲迄个相拍。我实在是讲挡袂牢。迄阵对较无经验嘛毋知要怎对付囡仔囡仔无要听课，我一方面爱教课，一方面爱维持秩序有诶实在是真做作业的心肝就想讲这私底下用暴力来解决一下但是袂使呢。我是新学生呢，是充满疼的助理老师呢，开当用暴力无法度，所以就爱忍耐一边方面爱教，一方面开心过较艰苦。我讲这爱来处理一下所以心肝有两个力量伫遐咧游来游去所以大概去实习等于了拢规身躯拢无力咱的上帝就是这款的上帝，受苦的上帝。因为伫上帝本性内底有两项，拄冲突，一方面是仁爱，一方面是公义，这两种属性。这两种属性所带来有的快乐，就是忍耐。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所以对所有的罪恶、对得罪伊的人，上帝拢应该爱有强烈的反应。伊会生气，袂通容忍所有罪恶的存在。伊是圣洁的上帝，伊无容忍所有的下事，无容忍所有的罪恶，所以伊一定要处罚这犯罪的人。但是上帝同时阁是慈悲怜悯的上帝，所以上帝慈爱去限制伊的公义，叫伊毋通马上发作，毋通马上处罚罪人。上帝会听，限制伊的圣洁，讲一点下事你先忍耐一下，忍受咱罪人的作恶甲过犯。所以上帝就讲，安尼我就找先知起来讲我的心意，讲因做毋对的所在。所以先知每一个先知拢真可怜，伊讲的，伊说人可能听一声就袂记记，也是根本就无要插伊。所以上帝一再找先知来讲，到尾上帝将伊的囝耶稣基督，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考验咱，互咱有机会当悔改。所以上帝就是这两方面，公义甲仁爱两方面伫遐游来游去。所以咱圣经中间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无快快受气，并有丰盛的慈爱甲诚实。新约提起着上帝忍耐。
上界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伫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彼得安尼讲：基督还未阁再来，因为基督阁再来就是上帝生气要审判的时刻啊！可并毋是显示上帝恩慈啦，是上帝宽容忍耐。为什么？无愿意有一人沉沦，是爱人人拢得到救。所以上帝毋是毋生气哦，有一天一定会生气，就是审判的时刻。只是伊即摆暂时互咱罪人有迄个时间通好悔改，毋望人人拢会当悔改，毋望人人拢会当得救。所以互咱这段时间会当悔改，伊暂时忍耐。所以忍耐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是一个标准。啊，当然咱若要用上帝的标准来学习，确实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所以上帝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伊真做咱一个学习的对象，真做咱的典范。耶稣来到世间，被钉伫十字架顶，互咱看出什么叫做忍耐的疼。迄种久长受苦忍耐的疼，是咱学习忍耐的典范。耶稣基督是上帝囝，但却受人凌辱。耶稣基督敢无能力去消灭这个做歹的人？敢无力量去消灭这个逮捕伊、凌辱伊的人？当然有啊！伊互你的时阵，伊嘛讲我敢无迄个气力，找见天兵天将落来消灭这个人？但是伊无安尼做啊！伊忍耐，伊愿意忍受罪人对伊一切凌辱。咱知影人拢无爱被藐视嘛，吼，连立委嘛无爱互藐视，吼，国会嘛无爱互藐视。但是圣经中讲，以赛亚第53章第3节讲，伊被藐视，好亲像被人颜面无看相款，咱也无尊重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处境。人安尼款待耶稣基督，伊无报复，耶稣基督疗下因，为因受苦，听候因会当悔改。耶稣基督对文士用吞论，对大祭司吞论，对宗教领袖吞论，对罗马兵丁吞论，对待定死的人吞论。伊就是常常咧忍耐咱的模样，值得咱学习。所以圣经中安尼讲，恁若因为犯罪受责罚，会当忍耐，有啥物通夸口的？恁若因为惊神受苦，会当忍耐，这伫上帝看做是通喜爱的。恁受掉原本底是为着安尼，因为基督也歹为恁受这个苦，为恁流落模样。互恁军队伊的脚掠行，伊并无犯罪，喙嘛无诡诈，伊并骂却无应喙，受害无讲威胁的话，只有将家己交托迄个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最后所基督互咱的典范嘛。忍耐疼的模样，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咱的典范。接续第3项，无需要大家讲。其实我若讲忍耐，咱每一项拢会当忍耐啊，只是忍耐久、忍耐短尔。吼，有人忍耐较短，有人忍耐较长，有人讲我嘛会晓忍耐3秒。吼，所以忍耐有一个价值，吼，伊价值在伫恒久。吼，咱知影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听的诗篇一开始就讲，忍耐是恒久忍耐。咱台语的圣经翻译了真好，讲疼是熬宽容慈悲，熬啦。
啥物爱啉奶偌久较算做熬啉奶？圣经人讲是爱啉奶到恒久，恒久是偌久？恒久敢是永远？圣经人讲，一个人啉奶到恒久的时阵，很久的时阵，就是疼。但是恒久敢是永远？恒久毋是永远，因为圣经无人讲疼是永远啉奶，毋是安尼。因为咱爱知恒久啉奶是用上帝本性表达的字。上帝对罪人一再忍耐，望伊有时间通悔改。但是这是上帝予罪人的一个机会，并毋是表示讲永远会当忍耐，大家夫妇会准无算，毋是安尼。有一天会审判，最后审判的时阵，咱所有的人拢爱家己面对家己所做的选择。所以咱来明白，恒久毋是代表永远，安尼恒久是代表偌久，爱偌久较算做熬忍耐，是几分钟、几点钟、几工，还是几冬？其实恒久是代表一种态度啦，伊毋是咧代表时间啦。现在中文有本来翻译做“疼是坚忍的”，意思是讲疼是坚持忍耐，但是无论什么款的情形下面，拢坚持一时啊。咱敢会记得有一遍，彼得来找耶稣，讲主啊，我兄弟得罪我应该了解伊几遍呢？7遍够够。因为一般的律比一般的老师来因教讲3遍，爱忍耐人3遍，了解人3遍。所以彼得讲安尼我加一杯，佮加一遍，安尼就有够啊，7遍啊。耶稣来讲，毋是7遍，是70个7遍。恁算术较好的人，算的这几遍？490遍。其实耶稣毋是咧讲490遍，是咧指一种了解的态度，就是爱坚持去了解。意思讲，听伫任何情形下面，咱拢坚持一时啊，佮了解一时啊。当咱特别坚持袂落去，咱就对上帝讲：主啊，我已经忍耐袂落去啊。对即款的情形下面，我强要放弃啊。但是上帝，拜托你，互我加一点仔疼，互我会当伫即款的情形下面，佮继续坚持一点啊。刚才佮过几分钟了，这人就悔改啊。刚才佮过几分钟了，这人就改变啊。互我有机会去挽回伊，这就是真实的疼，真实的忍耐。所以疼伊的价值性是在伫坚持，在伫恒久。这是咱来理解，愿意搁忍耐一时啊。第4项，牧师要心中甲大家分享。因为头前咱也听到遮的时阵，会对忍耐有一个误解。意思讲忍耐，咱就一直忍受落去，所以忍耐甲忍受是无共款的。忍耐是有一个积极性的目的，就是要挽回，爱对方改变。那忍耐就是一直忍受，安尼这个信息就变做信用的模灰，信用的鸦片。圣经咧讲到上帝的本性的时阵，是指上帝是无快生气的上帝，并不是无生气的上帝。所以忍耐的目的，就是期待对方有机会通悔改，亲像上帝忍耐咱3款嘛，有咱一段时间，有机会通悔改。迄是对罪人的怜悯。所以咱伫面对罪人的时阵，咱也有忍耐容稳的心，期待伊会当被挽回，期待伊会当悔改。但是，咱面对罪行的时阵，有人有犯罪行为的时阵，咱来
适度的阻止这个罪行的发生。譬如讲，咱前一阵嘛有看见到有发生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当然，这个犯罪的人伊的心灵所发生的代志，咱无法度去理解，可能有真侪困境，所以咱来听伊这个罪人，咱来体谅伊的立场。但是咱袂当讲，安尼好，我啉来，我互你拄几倒啊，我互你刮几倒，不要紧，我啉来，毋是安尼。伫迄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咱来阻止伊所进行的罪行，咱爱阻止伊所做犯罪的行为。所以有真侪勇敢的人，伊就起来阻止，或者悲剧袂过头扩大。咱是听这个罪人，但是咱厌恶伊所做的罪行。所以，如果咱来听头前三项，咱会对忍耐有一个误解，调做忍耐是单方面一直忍受，然后家己较埋怨讲啊，我的命就是遮尔无好，我的运气就是遮尔无好，这毋是真正的忍耐。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是要挽回对方，是爱对方悔改，停止伊的罪行。上帝找先知来苦劝一些人，佮找起伊的囝耶稣基督为罪人来牺牲，是为着什么？是希望罪人会当悔改。所以伫忍耐过程中间，咱嘛爱温柔去苦劝，期待对方会当改变。最近咱的国会中间充满了乱象，这是公共的事件，甲咱每项拢有关系，请大家一定要关心。但是牧师要甲大家讲，咱一定要详细去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做理性的判断，然后咱来有所作为，互咱的国家会当更加进步、更加好，防止罪恶扩大。这是咱做基督徒应该爱做的，毋是讲啊，我忍耐，反正4年过了，再来。有时阵有的代志改变了，真困难改倒来。所以，牧师意爱大家替咱的国会来祈祷，替咱的国家来祈祷。希望咱的国会议员真正是为着都无国民的福利来行使因的权利，毋是为着谋取家己还是正当的利益。请大家一定要来关心。所以，忍耐是忍耐罪人。圣经嘛咱讲，假使若你的兄弟得罪你，你就去探究伊甲你斗阵的事，指出伊的错误。所以这是种积极性的做法。咱下面这个罪人忍耐伊，但是希望伊有时间会当改变。最后一项是要甲大家提醒，咱若一直忍耐吼，可能会内伤啦。所以忍耐爱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了舍。了舍是忍耐好朋友。若无了舍陪伴，忍耐就是一种折磨。圣经中间讲，咱拄则所读的，讲有纠纷的时阵爱互相宽容，彼此了舍。主怎样了舍你，恁也爱怎样了舍别人。咱得罪主千千万万，主拢了舍咱。别人得罪咱，可能一点点仔尔，咱嘛爱学习主去了舍伊。伫忍耐过程中间，咱若有了舍，咱会不断心灵被医治，不断领受上帝听的恩典。这是忍耐的好朋友，也是忍耐甲了舍带予咱上界大的好处。愿上帝亲自颁予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
求你帮助阮，会当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肝，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摆要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甲上帝的话。圣诗第343首，343首，咱就信靠上帝。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会众请坐，咱即马要来回应主的听，甲接续咱的礼拜，咱将要开始奉献。
请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感谢你一礼拜来恩典满满的赏赐。阮即马要用献上阮的时间、财情、金钱、性命，伫你的面前，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感纳。阮的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日要来报告，掀开周报第4页，集体关怀本会会友杜德昌兄弟伫5月12日安孝主怀，定伫5月28本周日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兴楼志愿4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掀开周报第7页，圣乐委员会的消息。阮一个管风琴的音乐会，这是由台湾管风琴学会主办，本会合办的一场音乐会。日期是5月2日，就是今日下晡3点到4点。伫10楼礼拜堂，欢迎兄弟前来欣赏。这个音乐家的介绍是德国的管风琴家 James Cordford 博士，现在是美国德州贝勒大学音乐系教授兼管风琴的副教授。伊捌担当亚特兰大第一长老教会敬拜甲艺术主任兼管风琴演奏家，并指导乔治亚州立大学的管风琴课程，请大家会使有兴趣来欣赏。接续是装备委员会的消息，咱有一个装备的课程是洗礼前造就班。日期为6月23开始，总共有6堂课，时间每主日早啊9点到10点，杨牧师上课伫9楼会室。要参加8月25受洗兄弟，请郭医生干事来报名。还有一个补充的报告：社青牧区座谈会。这场面面观持守美好的呼召，有本会长老执事的分享，时间伫6月9主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10楼礼拜堂。若伫6月4以前报名的，准备简餐。接续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面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遮有林碧春兄弟，林碧春兄弟，毋知坐伫倒位？坐伫遐后壁，欢迎欢迎。好，请坐，请坐。第2位是林玲玉姊妹，好，遮好，欢迎欢迎。第3位是戴祖峰姊妹，戴慈芳姐妹。
好，这里后边哈，欢迎欢迎。第4位是欧月华姊妹。唔知影其他有无介绍到的，伫咱中间。请这个贵宾等下咱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咱即时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过去对阮的保守甲看顾，你是阮患难时的避难所，是阮急时的帮衬。阮愿意专心倚靠你，是阮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伫集体中间有心心软弱兄弟姊妹三甲之地，加添因稳定，亲自安慰扶持因。阮也特别将阮的集体中间有病痛的兄弟，同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医治看顾，加添阮信心。阮也将阮集体中间有拄着亲人死失的、朋友死失的，这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阮，互阮看见你所想事阮永远我的愿望。我恳求主你啊！想使教业的稳定福气，互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特别是新来的朋友，阮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引带阮头前的路，加添阮信心疼心，互阮会当用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要来上演圣诗第509首《俄罗天父万福本源》，请会众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强受差遣。